主后2023年3月初5，三日教会主日礼拜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》上卷第1章12节到20节。汉娜对上主祈祷无停，以利注意看伊的喙。汉娜静静祈求，只有喙唇震动无出声，所以以利想讲伊是酒醉。以利甲伊讲：“你要醉偌久，毋通阁啉啦。”汉娜应讲：“先生，我无得罪，我是一个真伤心的查某人，无酒交酒拢无啉，不过是在对上主吐出苦情。毋通看你的女婢做歹查某，我祈祷无停，因为真怨叹，心艰苦。”以利因伊讲：“你平安倒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予你。”汉娜讲：“愿你的女婢对你得到恩惠。”汉娜倒去食饱了后，就无阁忧头壳面。隔日，因真早起来，敬拜上主了后，就倒去隐伫拿玛的厝。以利加纳甲汉娜同房，上主会记得汉娜。汉娜就怀孕，到时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，意思是伊是我对上主求来的。以上。弟兄姊，大家平安。撒母耳记伫希伯来文的圣经只是一本册，后来希腊文圣经甲拉丁文的圣经，甲撒母耳记甲列王记合做一本，毋过分做4册。希伯来圣经称这4本册叫做王国记，若是拉丁文的圣经称作列王记。咱平常咧用的中文甲台语圣经，嘛甲撒母耳记拆做上下卷，列王记也拆做上下卷。意思是，这4本册咱通甲伊看做是一个单元来读。撒母耳记上卷主要有记述3个人物。撒母耳、扫罗以及大卫，咱通甲撒母耳上卷分做3大段。第一段是敢若讲到着撒母耳伊安怎做士师甲先知，第1章到第8章。第二段是撒母耳甲扫罗王，伫第9章到15章。第3段是撒母耳甲大卫，10章到31章。撒母耳记也提到士师记所讲的12个士师以外，另外4位的士师，包括以利、撒母耳以及撒母耳的2个囝约尼甲阿比亚。撒母耳是后士师时代的人物，伊也开启以色列王国时代一个主要的关键者。伊先后抹油设立扫罗王甲大卫王。撒母耳伊也是一个先知的学校的创办人，也对伊开始这个王国时代嘛是先知的时代。咱伫早起大声看撒母耳上卷的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10节，这主要是咧介绍撒母耳伊的出身甲出世。咱先来看分段。
第一小段是第一章的第10到第8节，遮讲伊利加那甲伊的家眷。伊利加那虽然讲伊是以法莲人，毋过根据伊的族谱推断，伊应该是利未人属伫哥哈家族的子孙。伊带2个某，大某叫做汉娜，第二某叫做比尼娜。大某无生，第二某有生。2个某中间因的关系并无介好。加上大某未生，所以第二某常常用话刺激大某，也做伊的对头，互伊硬心铁口，阁食袂落饭。加在做红婿伊利加那也真疼伊，对伊较好。当有祭物的时阵，拢分互伊双份，阁用话安慰伊。迄段路时，上帝约柜囥伫示罗，遮记载耶和华的殿，所以可能毋是干那会幕，应该是有起一间厝仔，互约柜囥伫迄内面。伫当路时的大祭司是伊利，伊的2个囝何弗尼甲菲哈也做祭司协助伊。伊利加那也算做是一个虔诚上主的信徒，伫每一年固定有一次带全家对拿马去到示罗敬拜上帝，搁献祭。第2小段伫第1章第9节到18节，遮咧讲到汉娜甲伊利。有一回，因伫示罗敬拜啉食了后，汉娜因为心艰苦，嘛食袂落饭，伊也若祈祷，也若流目屎，伊甲上主祈祷下愿，若得到上帝眷顾，赏赐伊一个后生，伊要甲即个后生一世人奉献互上帝。拢袂甲伊剃头，互伊成做拿西尼人。因为汉娜对上主祈祷久久，敢若喙唇震动，并无出声，所以祭司伊利掠做伊是啉烧酒醉，就甲伊责备，搁苦劝讲：你要醉到偌久，毋通搁啉啦。后来知影汉娜的苦情，就甲伊祝福讲：你通平安倒去，愿上帝照你所求的赐互你。第3段是第1章的19节到28节，遮讲到撒母耳的出世甲献互上主。结论讲，汉娜全家伫敬拜上主了后，倒去，无偌久就怀孕有身，也生一个查某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，意思就是讲，伊是我对上主求来的。撒母耳伫长年的时，长年的年岁大约是3岁到5岁，伊的老母就带伊搁带祭物，去到示罗的所在来行愿，也将即个囡仔交互伊利，互伊一世人服侍上主。第4段是汉娜的祈祷，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咱通看到汉娜的祈祷是真优美的诗篇，底阁有力，充满着感恩甲懊恼。对伊的祈祷，咱看到汉娜已经行出悲伤，迎往新生。伊甲撒母耳就寄囥踮伫示罗交互伊利，互伊来指导
煞要呢怎样来服侍上主？煞要呢上悬，当然建议讲咱会当升读，因为咱伫国国内要讲诶范围，有时阵会跳来跳去，经济有时阵较长，有时阵较短，所以咱若先读先看，即个进度就比较对较会着。伫今日咱所读诶即段诶圣经节呢，对咱有甚物款诶启示？头一点，咧讲到伫敬拜中间，咱敢有真实经历到上帝是真搁活诶上帝？伊敢若有两个某，咱毋知影讲到底是因为大某一直无生，所以伊搁娶第二个某，还是其他诶原因？娶两个某，咱若对圣经来看，旧约并无正式禁止即个盗窃。毋过教伫新约主要所讲，一夫一妻是上帝所设立诶婚姻制度。使徒保罗也讲，要诚做教会领袖，无论是做牧者还是做长老，当然伫今仔日也包括即个职事甲同工。其中一个要紧诶条件就是简单会当有一个某。所以，当咱咧读相关诶圣经故事，咱应该爱甲圣经头尾相关诶遮经节来做一个比较，安尼咱咧了解圣经才会较正确。因为敢若诶家庭要维持一个单纯敬拜上帝诶传统。咱来看《士师记》21章19节，伫遐有记载讲，示罗逐年有举行敬拜上主诶节期。即个节期应该是大了节，庆祝丰收过以色列人诶新年，甲纪念出来及伫旷野带布病诶日子。伫即个段诶节期是敬拜上帝，也是社交联谊诶大节期。伊敢若每年都会带全家大细家眷去赴即个会来参加。总是信主上帝诶家庭，相款嘛有家庭诶问题、家庭诶风波。嘛无拄拄拢幸福、美满、快乐甲平安。因为敢若两个某关系紧张袂好势，加上大某汉娜一直袂生囝。圣经小人煞有讲两摆讲，上主互伊无生囝。上主无互伊无生囝，安尼当汉娜逐冬去到伫示罗敬拜上帝。每一年拢伫遐受伤害，也受刺激，所以伊诶心艰苦。伊伫遐啼哭，搁食袂落饭。家庭诶风波纠纷，对厝呢也延伸去到伫示罗敬拜诶所在。上界冤恼诶是，当伊迫切地向上主祈祷诶时，竟然大祭司也误会责备伊是啉酒醉，劝伊毋通搁啉啦。汉娜伊去到伫上主诶圣会，伫遐放屁想冤枉，我想伊诶心的确非常诶艰苦。毋过伊并无因为安尼看人，也是看环境，反倒当伊搁较靠赖上帝，仰望上帝，祈求上帝替伊做主，怜悯伊，赏赐伊一个囝儿。即款诶祈祷一定毋是干那求一摆，可能
逐年来伊逐年求，一摆比一摆搁较迫切。落尾上帝也听叹伊的祈祷，伫拄好的时阵就赏赐伊一个后生，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。哈娜是一个真实拄着上帝苦情的女子。当咱来教会咱做礼拜参加聚会，嘛无一定逐摆拢是感受到真有属灵的气氛甲感动。有时阵检测咱嘛会亲像哈娜来伫教会，心灵一摆搁一摆受伤害。毋过哈娜伊相信迄位伊所敬拜的上帝是关心人、眷顾人，也会赐福予人的真神。伊不断祈祷，就亲像在动井乌井，无到出水称出水泉，就无停止。新约希伯来书在1章第6节讲，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，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哈娜伊对一个歹命的妇人人，诚做一个受上主大大施恩赐福的人。后来伫伊生撒母耳了后，上帝搁赏赐予伊有3个后生，2个查某囝。第二，伫遮咧讲领受祝福、领受恩典、领受祝福、领受恩典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要予伊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。上时阵也讲祝你的，我要赐福予伊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咱也看过以扫甲雅各2个兄弟，因为着要争夺老爸以撒大囝的祝福，咧袂好势。咱嘛看到雅各伊祝福12个囝，甲约瑟的2个囝以法莲、玛拿西。摩西伫伊真年老的时阵，也祝福以色列12支派。约书亚也带以色列人伫基利心山甲以巴路山宣读律法的祝福甲咒诅。摩西也爱祭司甲人民祝福，讲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予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安尼，因若奉我的名甲以色列人祝福，我就要赐福以色列人。哈娜当伊领受祝福了后，伊的怨叹忧苦就放落，有上帝平安进入伫的心，也改变伊的性命。圣经讲，哈娜倒转去了后，哈娜伫倒转去了后，伊食饱就无搁忧头甲面。上帝也予伊顺利怀孕生囝。最后所也对伊的学生安尼讲：恁传福音的时阵，恁入去厝内的时，着甲因请安。即个人若愿意接待恁，着将恁的平安予因；若无愿意接纳恁，着将平安收回。伫迄个圣经译本讲，入迄个厝，着甲伊请安。
迄个厝若会坎伫，就互恁的平安到伫伊；若袂坎伫，就互恁的平安归伫恁。请安就是奉主的名祝福，若会坎伫受祝福，迄个人、迄个家就要得到平安；若袂坎伫，即个平安就搁倒转来伫祝福的人的身上。这就是讲，咱对主领受一个属灵的权柄。这个权柄就是咱奉主的名，甲人请安祝福。迄个人若愿意领受，会坎伫受祝福，就的确伊要对上主来得到祝福。这是以利虽然伊毋是一个真称职的祭司，毋过伊伫伊的即位所做的祝福，犹原是有功效的。汉娜当当时也坎伫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代志就安尼来成。当咱若谦卑迫切求上帝祝福，上帝看做好，佮特动伫时间若到的时阵，上帝自然也会施了伊的恩典，成做咱及时的帮衬。第三，诚心下愿，也着实意行愿。诚心下愿，也着实意行愿。今日咱所看的圣经的重点之一，也讲到下愿甲行愿。下愿是神圣的誓约，着心中照约来守约，行愿才会当得到上帝的喜悦。汉娜向上主下愿，上帝也赏赐伊一个宝贝佮亲爱的后生撒母耳，伊也照所下的愿来行愿。伫撒母耳长年的时，甲伊带到示罗，交互祭司以利来调教。撒母耳伫遐来学习怎样服侍上主。咱嘛通甲撒母耳比评是一个小留学生。伫此后一年一摆，伊甲伊的老母见一解面。撒母耳虽然细汉，毋过伊也真勇敢，真得上帝甲人的疼痛。汉娜虽然真毋甘撒母耳遮尔细汉，就爱长期甲伊分开，总是伊也清楚，赏赐的是上帝，该献互上帝时，也着心甘情愿乐意。这甲咱讲，上帝有赏赐咱儿女子孙，这个虽然是咱的心肝宝贝，是咱上界珍惜的，毋过咱也着爱将咱的子女、咱的子孙交托上帝，互因学习怎样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，掠即个做优先，因为因也是上帝所疼的儿女，上帝会引带带领看顾伫因的人生。愿咱的性命真实拄着活活的上帝，多多敬拜服侍伊。咱若虔诚谦卑，领受祝福，也经验着上帝恩典是超过咱的所求所想。咱向主恳求，当然咱嘛着爱向主感恩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虽然人生有时阵亲像是乌云搭满，毋过阮也感谢主，即个乌云也带来充足的雨水，来成做及时的帮衬。主，阮嘛伫你的面前，阮嘛献上感谢，因为当阮咧看撒母耳的故事的时阵，阮也看见
上帝你怎样来任命伫撒母耳的老母来互伊的遮个艰苦变成做是喜乐。我嘛相信伫阮的生命你也对阮有超过阮所理解的平安甲福气，要赏赐互阮。求主也帮助阮，互阮也晓学习听候，也会晓学习无论伫任何环境中间，着去了主活靠主，互阮也诚做是一个感恩而乐的人。愿献上基督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们。